故此，今日討論前必須理解政策令非本地學生嘅數量增加，亦都會對本地學生升學及資源帶來任何衝擊。衡量問題要睇以下做法對學生、大學發展以及社會發展有冇咩正面影響。我方整合辯題原因有二：第一，推動教育樞紐發展唔同盤學生視野。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國際高等教育機構 QS 近日公布2026年世界大學排名，本港5所教資會資助大學躋身世界百強，比例為全球最高。佢形容香港發展教育樞紐已經初見成功，一方面增加非本地學生比例，有利於大學更加國際化，亦都對呢個提升大學排名有顯著作用。另外，更多學生代表學生有更多機會去交流。正如特首李家超表示，非本地學生嚟自全球唔同地方，入讀本地大學，佢哋亦可以將當地文化帶嚟香港，學習本地新視野，同時學習過程中亦有相互刺激作用。第二，吸納海外人才，維持香港競爭力。香港正在面對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又隨住咗新嘅移民潮，參與大學聯招嘅本地學生人數由過往嘅8萬人下跌至5萬人左右，隨每年本地出生嬰兒數一步下跌，未來本地生嘅數量又會有進一步嘅下降，會影響到收生嘅質量，亦會令到大學面對財政困難。而增加呢個招收非本地學生係大學最直接咁樣去解決呢個收入問題，而解決呢個財政困境。長遠而言，做法有利於香港推動多元化經濟發展，例如創新科技產業等行業發展需要大量優秀人才。香港大學畢業生就業自調查2023指出，本地學生畢業後留港率高達40%，投身於各個專業範疇更有機會成為長期納稅人群體，有利香港發展。最後想問有方，如果認為政策係咁多，你哋認為維持幾多比例先啱？係咪我哋參與少啲好呢？多謝各位。政綱主辯嘅發言時間係2分43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主辯嘅台前預備，準備好聽下嘅
2022-23學年非本地生嘅學費就有38億，非本地生學費係本地生嘅3至4倍，可以補貼到教學資源。想問有關一副，以而家政府嘅財政能力，係咪可以繼續大力支持高等教育呢？今日時報引述國家教育協會嘅 Urban Martin 表示，好多美國學生嘅學費由大學或者聯邦政府資助，反而外國學生支付嘅學費就係本土學生嘅1.5倍。根據美國商務部嘅數據，大部分嘅學費包括住宿、交通及物等生活費用，所以就算最尾唔留翻香港已經有利處。我方再引用多個數據，差唔多40%人會留低喺香港成為納稅人，成為城市發展嘅重要人才。最後想問有關對本地生嚟講，其他國家學生嚟到有冇正面好處呢？多謝各位。正方第一副面嘅發言時間係2分34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第一副面嘅台前預備，準備好先向計時器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我哋先嚟審視利弊。先係你資助高等教育學校，我方主面在後面有方安擴大咗，我下額之後，本地生當然入到，呢啲院校都要同更多嘅非本地生競爭，最終導致本地人或者升學階梯受創。係唔係咁睇咧？有方唔咁㗎，原因好簡單，呢一班本地生本身已經就入咗大學，情況下仲可以入讀資歷架構次一級嘅資助高等教育院校，但擴大咗限額之後，呢啲院校資源本身就唔係夠大好多，仲要學位啲數量都有限。以前主要俾本地人入讀，但而家多咗揾一大班嘅非本地生入嚟競爭，會令本地生更加難進入呢啲學校。所以就連職訓局嘅公開數字都顯示，自從近年收開咗非本地生之後，職訓局轄下嘅院校嘅高級文憑課程，本地生錄取率由23年嘅65%大降至到25年嘅55%，所以學校不檢，更多嘅非本地生入讀資助高等教育院校，只會令到院校嘅競爭更為激烈，本地學生升學機會更大。多謝各位。反方第一副面嘅發言時間為1分59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第二副面嘅台前預備，準備好先向計時器示意。今天大家说的这个领导，我们说出来啊，有风投这个北区的领导，有風地區增加非本地生同埋本地區非常嘅原因。第一樣係本地生嘅資源水，第二樣係宿舍等嘅學習資源不夠分配。其實我哋不如睇下有方所嘅備選嘅真係咁睇嘅先。首先，有方提出嘅令本地生減少資源，咁其實我哋本地生嘅學習資源係冇減少嘅，呢樣係15000個，同埋其實有方所提出嘅。呢啲非本地學生出嚟咧，會增加會令到變成變更，但係其實我想講咧，非本地生佢哋本地生啲學校係受到保障嘅，所以有方一副嘅發言屬於自事實應不顧。第二，宿舍呢樣嘢其實係咪有方咁樣嘅發言，其實係相當於嗰間世界上全世界嘅大學，佢哋嘅負責人都唔係正常，佢哋會冒住宿舍唔夠資源唔夠嘅風險去招生咧，好明顯唔係。事實上，全世界都推動緊自己嘅學問牌，至於香港資金研究發現，現時全世界都努力提升緊自己嘅技術和優勢。例如美國前排推出嘅學生，歐洲曾經推出大陸政策，
以之外更加優秀嘅東西，其實反過嚟對本地生係有利嘅。下一個論點係點解係非本地學生對於香港嘅長遠影響？港府話要搶人才，而教育產業正係吸引國際人才嘅第一要素同埋人才嚟講係第一渠道。留學生嚟到香港之後會流入到香港空餘啲增加流動發展嘅意願，貢獻不同嘅產業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嘅動力。2022至2023學年超過9000名非本地生畢業都選擇香港就業，特別係金融科技同埋創意產業領域。正如交流會副會長殷飛所表示，香港通過建設多嘅教育輸入打開咗航道，發展內地經濟，不單止能促進教育事業，而嘅進步仲可以帶動本地經濟，改善民生，為香港提供未來發展所需嘅。多謝大家。正方第二副面嘅發言時間為2分40秒，冇過時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第二副面嘅投詞預備。究竟香港專上院校發展係盲目國際化定係平穩發展呢？在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國際化好重要，我方絕對同意。可惜有方犯下最大嘅錯誤就係急功近利，前場發咗實驗室數量不足、住宿短缺、教學人才流失，進一步企喺學生嘅角度審視問題。恒大學生會指出，恒大嘅教學資源、休憩空間不足，唔單止係唔能夠同朋友共聚、舉辦學生組織活動，更加甚至嘅係連自修嘅空間都唔足夠嘅時候，即使喺現況底下，班學生教學資源、教學空間都係唔足夠，未能滿足需求嘅時候，更何況係增加咗學額之後所以事實勝於雄辯，有方增加非本地生嘅學額，現時嘅香港專上學校係根本招架唔住。所以有方講得好啱，我哋要做利弊比較。可惜有方第二個錯係論證粗疏啊，因為有方所有利處都係建基於有國際即係非本地生嘅流入啦。但係事實係點呢？原來香港現時嘅非本地生嘅比例得嗰2成，而現時嘅限額有4成嘅時候，有方提升，即使提升咗嗰個限額嘅時候，都唔一定有誘因去吸引到呢啲非本地生嘅流入嘅時候，又何來你所講嘅利處呢？再者有方類比適當，同我哋用劍橋等等嘅例子去作類比，但係劍橋、美國等等嘅大學資源多、地區大，根本無可比稱嘅時候，唔明點解有方可以用嚟同我哋比較可能性。所以我哋真係要審視嘅係咩呢？因為同為亞洲大學資源地區嘅大小規模大小差唔多嘅新加坡，原來佢非本地生數目得個2成5嘅時候，今日根本唔需要學位嘅限制提升，已經可以滿足到呢2成5嘅學位。而新加坡嘅教育一直都行之有效，新加坡國立大學更加係居有方好推崇嘅 QS 排行嘅長期喺亞洲之首位嘅時候，所以唔明點解有方唔跟呢啲新加坡嘅學校咯。所以第3個錯就係有方現況不清，有方好想吸引人才去令到呢啲學費嘅收益增加，但係今日如果為咗賺多幾筆學費收益，就盲目擴大呢啲非本地生嘅限額嘅時候，最終搞到宿位唔夠、課室唔夠、資源唔夠、錢係賺咗，但係學校設施超負荷，就連非本地生同本地學生自己嘅學習環境都更加雙輸局面，係咪有方樂見嘅呢？多謝各位。反方第二副面嘅發言時間為2分34秒，冇過時需扣分。而家係交換問答環節，發問及回答前，辯員會有10秒嘅準備時間。而家由正方第二副面發問，準備時間開始。
有方羊群效應人做我做。今日我方唔係反對國際生過嚟，而係今日講緊話，我哋要認真審視香港嘅現況，而唔係盲目跟隨你嗰啲國際例子去做你呢、招生計劃啊嘛。所以今日同你講緊資源唔夠，房位唔夠，教育資源咧。教師都流失嘅時候，又點樣做到你吸引人才？點樣做到去應付你啲人才到來咧？所以今日有方一路冇解釋清楚可行性嘅時候，唔明白你地主可以點帶來。再者嘅係咧，今日有方我方交咗方案，因為我哋咪跟新加坡呢啲例子，佢哋同我哋香港嘅對比性更加大個值可以。而家由繁科第二副辯發問，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繁科第二副辯發問，準備考試登記證。將各位啱好，正如我以父所言咧，現時嘅國際生流入咧，都淨係限額嘅一半嘅時候，究竟有方有咩靈丹妙藥，令到國際一加咗限額之後咧，國際生流入即刻加咗38%咧？多謝各位。正方第一副辯回答，準備時間開始。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第一副辯回答。
係有更多人才來港，但實際上資源得咁多，配套有限、宿舍不足嘅情況下，未得條件成熟就硬推擴大，甚至係影響本地生嘅升學，最後唔單止達到唔保目標，甚至係大家一齊輸，最後連邊個着數都攞唔到。嚟到意料位置，我哋不妨今日嚟睇下友方嘅幾個錯誤。第一，因為友方畫錯等號，佢以為只要增加學額就等同於學生嚟到資源配套就一定存在咁樣。但係今日我哋見到嘅就係而家現時資源不足。我哋主編同我哋講話，中大副校長都話實驗室同埋課室不足嘅時候，有方同學就覺得講到好似完全冇回應過，甚至係覺得只要入咗嚟，我哋就一定有課室，一定有資源，同埋一定有床位瞓咁樣。但我方實在不理解啦，甚至係我哋講緊而家床位係未來係會增加到7萬個嘅時候，咪證明咗我哋連資源配套都唔足夠，根本容納唔到非本地學生嘅時候，甚至本地生都出現咗資源應用唔到，呢個咪就係今日嘅弊大於利咯。再睇第二錯誤歸因，今日友方主編同我哋講話，聯招人數下降咧，就可以靠資助一啲擴大非本地學生嘅名額就可以解決到問題。但係今日我方就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啦，聯招人數下降唔係應該加強推廣咩？但係我點解係一定要增加學額就可以有非本地學生去入讀咧？甚至今日我方義務喺交換問答嘅時候問友方同學現時學額都就算唔增加都未爆滿嘅時候，友方同學都唔敢回應。即係其實今日友方同學都知道，其實一味增加冇佢嘅利處，只不過係會令到資源配套更加混亂。所以其實可以見到今日友方嘅利處係其實自己都唔係好清楚，甚至係空口説白話。咁點解仲要一定要增加學額咧？第三，漠視本地學生嘅需求。咁友方同學全場冇一個辯委反對過本地生入讀資助高等教育學院嘅機會會減少，甚至係如果今日我哋入嚟讀嘅學生係一啲好高學歷嘅，其實我方都樂見啦。但問題就係今日我哋見到吸納嘅係一班次等嘅學生，並唔係友方所講嘅人才啊嘛。佢即係顯而易見就係今日連友方都知道冇回應過，唔敢回應我哋本地學生入讀呢啲資助高等教育院校嘅學額會不斷減少嘅時候，甚至係做唔到友方所謂嘅人才吸納嘅時候，呢個咪就係個弊處咯。再講咧，其實我方從來都唔係反對輸入高學歷學者，但係盲目咁樣去擴大基本地限額係咪真係啱咧？多謝各位。反方主編嘅發言時間為3分42秒，冇過時需扣分。而家由正方主編總結，請到台前預備。準備好請問提示。在座各位大家好，政府近幾年以大成疾呼要人才，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眼下唔係單止係消費力，更加係成個城市嘅未來。同樣我哋學校面對住人才科，就睇住而家今次嘅升度辯論賽啦，要揾齊3個人都唔容易㗎，要唔係就玩其他活動，要唔係就唔嚟開會，又唔揾資料喎。就好似香港咁啦，出生人口不斷降低，移民人口又日增喎，又要維持競爭力，又要吸引人才，友方同學更加好擔心，如果增加非本地學生嘅學位，咁本地學生嘅資源將會未安康。但其實我哋一早已經講咗啦，15,000個俾本地學生嘅學額係唔會減少嘅，更加重要嘅依據專上教育面對而家嘅情況，本來就係非本地學生嘅資源去撐起成個高等教育界嘅龐大支出。到底係唔搶走我哋啲資源啦，定係俾香港提供資源呢？問咗友方幾次啦，如果係咁多弊處，點解全球咁多地區都不斷咁樣搶奪咁樣外地嘅人才咧，又增加緊非本地嘅學生咧？所以結論係友方擔心根本係無可應對，甚至係其他國家人都為解決點解香港就處理唔到咧，甚至仲大力推廣留學城市呢個品牌喎，但友方清楚，外地學生反而問題更大。再者，友方對本地生或者非本地生比例根本冇一個準則，到底係咪要減少外地生？友方一
再上堂